独立出版社基于国文创发布自出版过高中的这个国文课本，内面有放真济台湾文学作家的作品，后来也出过这高中的台语课本。今年伊是头一届出版这国中的台语课本，除了深化语句练习和对地方腔口的认识以外，也有人权、性别、多元族群等等这些议题呢，拢刻入去每一个课本当中，希望带动学生囡仔的独立思辨。台语课本掀开第一课，就是台语作家单位所写《永远的故乡》，用张啊田英等等写出台湾的景致。这是基于国文创出版的国中台语课本。主编陈丽君当时嘛是成大台文系的教授，表示已经过学术研究，发现国中生对台语文笔字的程度，其实提发甲韩国小3、4年级差不多。所以因在编课本的时，原来爱兼顾语言知识的练习。透过对话，佮甲即款的咱每一课的无共目标的即个语法，互伊佮较深刻，互伊佮较深化，会使运用趣味的对话，就是结合咱的生活语境，佮配合无共的即个地方的即个腔口，譬如讲咱关庙腔，也是讲即个宜兰腔，水水冷冷，这物件拢会入咱的对话内底。这是基于国文创头一届出版国中的台语课本，因为台语当中有真侪唱词、语音词等等，应该是用汉字兼罗马拼音的书写方式来做编排，保留台语的开口。希望透过内容设计的练习，让学生减少对台语拼音的排斥。另外，为着要呈现台湾的主体性，嘛个真侪社会议题放进去，像是人权、多元文化、性别、劳动、环境、海洋，好，这些全部都有这样。那只是这一次的课文的撰写的方式，会比较像是说故事的方式，让他尽量在很生活化，然后很日常的这种场景里面，感受到这些议题的存在。出版社创意总编表示，高中生这个年纪是自我意识当在成长发展的阶段，因希望透过课本的编辑，不论是多元族群的文学，还是无共社会议题等等，拢希望透过无共题材，让学生继续保持对台语和台湾文史的学习热情甲好奇心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